就好睇，兩邊嗰個火花係會點啊！呢場比賽一定會好睇。各位觀眾都唔好走開啦，決賽我哋差唔多開始㗎啦，見到兩位選手都係揀緊隊喎，唔知佢哋會唔會用翻呢隊定係有揾新隊咧？咁啊喺我哋咧，即係好多攞到10連勝嘅選手啦，其實即係都係幾隊為主嘅，包括我哋有法國隊好受歡迎啦，有英格蘭好受歡迎啦。有隊比較特別咧，就係西班牙，都有一位朋友仔咧用得幾好啊！你講西班牙有咩咁勁咧？西班牙我講下呢8強、16強呢幾支強隊啦，西班牙。佢就兩隻翼啦，力高威廉斯同埋呢個也馬，佢嗰個爆破能力同埋嗰個轉向係成隻 game 或者係呢個模式入邊係最殺上最快嘅。基本上你英格蘭兩邊嗰個身高腳長嘅漫長型加速嘅防守強都係追唔到啊，因為佢嗰個轉向太快，同埋佢嘅放射突然入嚟好大嘅威脅。咁講翻英格蘭先啦，英格蘭就係一啲防守反擊比較好啲嘅玩家，佢中意用嘅，因為佢成隊都係1.85米以上嘅防線，包括兩隻閘，所以穩打穩紮嘅阿西古啦，佢都係因為第一次參加呢啲大賽入到嚟決賽，我諗佢都係會用翻佢慣常嘅英格蘭。咁阿星講緊佢就用法國隊啦，佢對自己嗰個射術啊、扭波啊、前場嗰啲控制球員好熟悉嘅，所以佢用法國隊。法國隊嘅優勢就係在於前場4隻都係5星腳。咩叫5星腳咧？就係 skill move 所有佢都可以做到。咁啊，麥巴比啦、卓基啦、丹比利啦，同埋呢個巴菲拿。咁我哋叫做四大天王啦，法國4台跑車。咁啊，睇下佢呢場波會唔會做到啲好靚嘅 skill move 入波俾大家睇啊！變相英格蘭嗰邊就 skill move 就少啲，就高空波就會多啲咯。咁睇下兩邊今日個比賽係點啊？兩位點睇啊？呢場波法國對英格蘭比較多。我又想問下達哥啊，即係佢哋啊中意法國啊、英格蘭、西班牙咧，即係呢一集國家隊你自己有冇特別中意？邊隊好似順手啲或者用落去你中意啲咧？嗱，如果你係用落順手咧，一定係法國㗎啦，因為你是但一個箭頭，是但俾到波佢咧，眯埋眼撳射波掣咧，都有啲機會㗎。即係真係唔識玩嘅情況下，係一個好新手 friendly 嘅，同埋成隊波嘅速度好快啦。咁啊〜進攻同防守都幾好喎，我覺得係一個好唔錯嘅一個隊伍。但係你話本身我自己去揀去用嘅話，我通常中意用啲奇怪啲嘅、冷門啲嘅。冷門啲嘅。咁我哋因為兩位決賽嘅玩家都殺咗好多條血路入到嚟總決賽啦，咁我哋其實個決賽嗰個玩法有少少唔同嘛，同個賽制有少少唔同。係啊，大家可能都唔知啊，因為決賽我哋係踢2回合㗎，2回合啊，係啊，2回合啊，計總分㗎我哋係，所以會好精彩。但係冇再入球嘅，歐聯新制。我哋呢個係世界盃加歐聯嘅最勁嘅比賽，今日我哋係一次過喺晒度。即係我哋首先就係有一個6分鐘嘅半場，咁啊我哋踢第一場啦。咁啊，無論咩結果都好，領先又好，落後又好，我哋都會係有第2場嘅比賽，用翻同一隊繼續嘅喎要。冇錯啊，其實呢個玩法我哋北亞啦，香港係屬於北亞區，北亞嘅資格賽係好慣常嘅。去呢個賽制進行比賽啦，所以兩位選手我諗佢哋都有自己嘅對策嘅，因為佢哋都打慣打熟嘅。但阿星對呢個阿浩嗰個履歷對決，大家都係一張白紙，兩個係冇打過㗎，事先講到明，兩個線下賽係冇碰過嘅，所以呢場係唔知佢哋會打到啲咩火花出嚟。所以如果我2個回合，即係佢應該係冇主場作客入波㗎嘛，我只要平手，我就係加時。加時就係在12碼階段啦，冇錯。哇，咁啊係精彩啦！兩隊就當然仲準備緊啦，兩位選手。而今晚屯門市廣場啦，凌晨3點都係有世界盃決賽嘅，咁啊當然都要問下達哥啦。今晚西班牙、阿根廷，你自己係冇支持邊隊多少少啊？阿根廷啦，一定贏㗎，信我。睇你直播啊，都係知道你對今年阿根廷似乎係覺得勝算係幾高下嘅喎一路。冇錯，美斯今晚3球會追過麥巴比嘅神射手㗎。
相信在場都好多阿根廷 fans 喎。你講完呢句都有啲掌聲出嚟。係啊，尤其德國作為美斯嘅師傅咧，你講呢句我係好有信心啊！好啦，現場嘅朋友，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屯門市廣場嘅足球皇帝挑戰賽啦！而家我哋嘅冠軍決賽㗎啦，咁啊就由呢一個阿星用嘅法國啊對阿浩用嘅呢一個英格蘭嘅。冇錯啊，藍衫嘅阿星咧，今屆火力係好犀利啊！係啊，佢係清風送爽嘅入到嚟，因為佢一場12碼都冇射過啊，全部都係82分鐘啦、90分鐘去淘汰對手啊。相對阿浩嚟講咧，阿浩嗰個就會比較困難少少啦，入到嚟寫好多場12碼殺到嚟決賽。係阿星就幾場啊，都係以5-2啊呢啲比分咧係比0我都見過係嘛？係咁犀利。咁但係調翻轉睇喎，雖然你話阿浩入嚟就可能係困難啲，但調翻轉咧展現出佢喺一啲喺僵持得好勁嘅時間咧，佢係能夠發揮得好嘅。係啊，佢係我哋今屆比賽我哋叫做最大心臟嘅選手啦，因為佢好多場90分鐘都仲輸緊㗎，但係佢可以追翻和，再最後12碼或者加時贏你。我哋就一個2回合嘅比賽，所以對於兩位選手嚟講咧，就好多時間去爭取一個入波嘅機會啦。禁區入邊相當混亂啦。係啊，見到阿浩咧，佢嗰個防線咧，哇，拉得好後啊！法國隊只能夠喺外圍度射邊。見到差唔入去啊，法國隊啊，星咪決定咧就試一試遠射先啦。咁啊，到阿浩嘅英格蘭咧拆到個反攻㗎啦。咁啊，可惜阿星嘅官迪咧就即刻咧已經攔住個波。但好快咧，阿豪又攞翻個波嘞喎，喺中場發動攻勢。阿利簡尼想去入貼，但係冇俾到啊！試下想出波啊，但係俾呢個官迪啊攔到啊，咁啊無功而還啊！我話升嘅法國隊，去中場單比利，要官迪啦，咁啊右路啊，道爾，我錯波先，我俾翻嚟道爾㗎啦，會唔會出個地波？波到埋嚟，想揾個機會射啊！轉唔轉到身啊？所謂啊！阿星今屆賽事咧，我覺得好犀利一樣嘢咧，就佢啲遠射好勁。係好多時候禁區頂咧，你估唔到嗰啲位，即係可能仲諗緊啊，會唔會俾多腳啊？會唔會仲諗緊轉身啊？你只要一下褪後半步咧，佢就會係一個冷箭射埋嚟，幫我攞咗唔少入波㗎。係啊，其實阿孫對法國隊都係情有獨鍾啊！我記得佢4年前佢用法國入咗一個本地嘅大賽決賽，但係飲恨輸咗啊，攞到個亞軍啊！今日睇佢用法國隊可唔可以一雪前恥啦，攞翻個冠軍翻屋企？但係要問咗阿浩先，阿浩呢邊明路搶到個波，打個反擊俾林行拖咗哈利簡尼上去㗎啦，但係呢邊江尼發得到好快，咁快都21分鐘㗎喎。好彩冇賣。係啊，講個控球率就阿星嗰邊高少少㗎啦，呢一轉殺到呢個機會，最後咧都係俾對方困到，冇辦法咧係轉化成一個起腳架。呢邊好似場有啲變動喎，雙料呢個拉比奧特，拉比奧特唔得啦，真係紅十字啊！我哋叫係已經要退出呢個賽場啦。係咪換簡迪？我俾大家睇下簡迪啊，真係簡迪。咁啊，今屆世界盃啊，真實嘅球賽簡迪係未出過一場，好彩呢嚟咁射一射。簡迪喺防守上好大優勢嘅，佢有拉比奧特好嘅嘢，因為佢轉向防守，我哋叫做佢嗰個防守 AI 好犀利，好似個 GPS 咁跟住個波走啊！所以睇下呢場波咁樣簡迪進攻上扣咗少少分，但係防守上加有分，睇下會唔會守得住阿豪啲進攻啦。哎呀，麥總啊想大推啊，可惜啊，阿豪啊好醒啊，即刻山閘啊，閘咗個波，順便打埋個反攻啊，哈利簡尼。可惜啊，啲廿秒俾佢直前啊，俾得唔夠靚，有個誤會啊。簡迪第一次點波嘞喎！佢真係唔係好敢箍太耐個波佢自己，盡快都係咧，就甩個波俾隊友，唔敢帶太多啊！係啊，其實睇翻我哋咁多屆比賽或者亞洲區嘅賽事啦，好多亞洲冠軍曾經講過一句話，係得簡迪者得天下。睇下呢場波，因為我哋好多亞洲冠軍咧，佢都係用簡迪去攞到㗎，佢殺好多波。但係呢個模式可能拉比奧特有個身高優勢啦，我哋啲選手就少咗用。但係睇下呢場個簡迪會唔會真係做到個 key man 嘅作用啦，好關鍵啊！睇下阿成呢球波，俾翻邊路道爾，俾翻麥巴比走咗㗎啦，俾到，但係都係錯過。阿浩嘅防守好嚴密。
哇！大家個防守做得好好喎，即係睇佢哋之前咧，好多都係大比分啦，阿浩場場都起碼入3球，阿星更加好多，即係嚟到16強、8強咧都係4球、5球咁樣樣。但係而家嚟到34分鐘嗰個入波啊，起腳都暫時唔見有幾多個啊，就係得啱先阿星一個禁區外嘅冷戰，咁但係亦都冇辦法轉化成一個入波啊。咁你見到阿星而家圍攻狀態，但係佢係想揾一個邊入球。你見到點解唔試射咧？通常啲高手都係咁啊，打成功率。佢費事俾你輸咗波咧，攞翻失咗控球權俾你打個反攻。嗱呢個時間都好關鍵嘅，如果甩咗個波，對方係可以打最後一攻啦。今集我哋呢個 match 最後一攻嗰個上下半場係好容易入波嘅，所以大家都唔係好容易甩呢個波俾人哋。咦，見到有個球喎，一個角度都幾靚。呢個位搭改應該係殺食啊，平時。係啊，我會用腳趾尾拉西骨啊，冇錯，揸角度照骨。都比較少有呢個角度，差唔多角球咁滯啊！而家星係決定回翻去後方喎，佢係真係想做最後一攻，冇諗住係直接俾一個頭槌啊，俾一個高空攻勢，甚至乎開個短嘅都冇啊！無疑都係血肉長城啊！呢邊紅衫英格蘭42分鐘嘅時間，可能要打到最後一攻啦。因為見到唔敢去搶啊，所以因為好容易甩位啊，呢啲中數。嚟到右邊啊，薩卡前面跑緊啊，拉緊薩卡上去，但越咗位。哎呀，哈利簡尼係紅10個波，所以已經有嘗試用一下 skill move 錯波啊！你見到係，但係好可惜啊！呢個 patch 咧，呢個 move 咧，其實好多前鋒，其實全部前鋒都係5星 skill move 㗎，所以阿哈利簡尼可以做到好多嘅 skill move 出嚟俾大家睇啊！所以哈利簡尼唔係淨係一個主審嘅罪。叫做咧係完咗個半場啊！阿星嗰度就有啲可惜啦，即係當然有個好彩咧，原來我哋決賽係踢一個2回合制，所以雖然我哋而家咧就係哈利特受傷啦，就換咗落嚟，咁但係你話而家踢埋呢半場咧，去到下一場 game 咧，就能夠係出翻嚟㗎啦。係啊，冇錯。下一場拉比奧特如無意外，阿星都係會俾佢做正選㗎啦，因為呢個拉比奧特喺佢初賽殺入淘汰賽入幫咗佢好多，入咗好多波。好啦，今次下半場開始啦，係阿浩嘅英格蘭咧就開波先嘅。好啦，俾到中間。咁啊，大家都知道啊，呢隻 game 咧就一開波係比較容易入波嘅，呢啲波啊，你叫。咁啊，可惜未能夠把握到呢次攻勢啊。咁啊，阿星嘅法國隊再次係持球發動攻勢啊，加高蘭、阿比利，我去到啦，巴比。想推啊！我識啊，好定咁樣咧，一嘢攔走個波啊！浩，去到中間，阿利簡尼，我分落去左路噶啦，就係想俾啊！我識啊！見到阿浩同埋阿星咧，上下半場係咁做皮亞洛，因為點解咧？就係講緊呢場波嗰個水平係好高，因為冇乜空間俾你去傳到啊！你一定要用皮亞洛去創造一啲跑位出嚟啦，靈活少少啦。創造啲攻勢出嚟，睇埋阿孫呢邊先，單比利有個半機會出嚟，都係把握唔到。始終英格蘭呢啲1.96米嘅單盤啦，同埋2.01米嘅分差啦，都係好殺食㗎呢咁多嘅對波。自己擺咗外圍。嘗試都係比較直線啦，好。結果咧都係將個波交咗俾阿星嗰邊啊，香蘭迪斯，望緊個左路，機會唔係好多喎。即係前場冇翻嚟幫手，一路控住個波先，俾翻巴高拿。哇！好瀟灑喎，巴高拿攞後腳呢個波上嚟。第一個下半場就調翻轉咗咁樣咯。好啦，康尼，你都上去，想再即彈啊，但係啊，俾阿浩啊搶個波啦。英格蘭嘅反攻，叫過有少少機會啦，會唔會考慮出波？唔會嘅。通常高手咧都係崇尚地面嘅攻勢嘅，你會見到。你見到啦，下半場好少出界嘅法國，因為呢場波可能大家都好膠着，同埋唔係好敢去做一啲邊路爆破。兩邊個防守係太好啊，同埋兩位選手咧，其實今日已經係各自踢咗2場嘅比賽，其實入晒局啦，好多時候都已經可以話。咁所以睇到個防守嗰度咧，往往就係一啲關鍵嘅判斷啦，或者中場嘅攔截啦，都係做得好準㗎。英格蘭阿浩靚啊，一個長波俾到右邊阿薩卡，
前面就跑緊啦，唔敢俾咯，對面可能就輸啊，遮晒條線嘅禁區入邊喺度揀嚟，夾硬起腳係幫我換咗個角球翻嚟。啊，話口未完，佢就係用嗰招啦 P 1咯，做個二傳，但係二傳嗰個對象係我哋嘅中堅啊，始終都係個位唔係走得好靚啦。即刻係拉晒所有人回防啊！因為呢下都睇到法國隊咧，啲人係咁拱上去咧，嗰一下都係睇一刻。咁好彩就對面推進嘅速度都唔係話太快，咁呢下咧都要慢慢組織猜上去嘅。其實呢場波對阿孫嚟講好大挑戰嘅，因為佢淘汰賽或者係初賽對住咁多場英格蘭，佢都冇對過呢兩隻咁高咁快嘅閘嘅，兩隻都係漫長加速，所以變相佢最殺食嗰個邊路爆破係做唔到出嚟，因為佢兩個嗰個逆風都係控制加速啦、爆發加速啦，所以佢喺個邊路係冇任何甜頭㗎。而家佢只能夠喺中路揾一啲短傳嘅空間。哇！飛遠我投咗個道爾卡福特。哇，爭少少喎呢一球。係啊，因為呢球其實個角度攞得好刁轉，但係阿孫其實可以再調整一下先至係，咁嗰個成功率就高啲。但係呢球波我自己覺得佢係以為有越位，所以佢就好快處理。嗱，都換咗個角球啊，禁區頂繼續係阿星俾緊壓力㗎。咁對方咧就收得好窄喺嗰個防線，6、7個人咧塞住晒喺個禁區頂嗰度啊！呢個直線球證就冇吹到越位㗎，扣翻嚟。係右邊啦，巴高拿道爾都跑過嚟嘅，所以而家佢個左路嘅人好多。不過話道爾想跑過去轉翻去右邊咧，都係冇呢個機會啊！不斷咧喺度走位拉邊啊，但係咧無功而還啦。終於咧阿浩咧攞一個波啦。咁啊睇下呢次反攻可以點啊？會唔會過到啊？可惜啊，半力一下剔起個波啊，再回翻俾佢攏啊！咁啊，而家去到78分鐘㗎啦，咁啊第一回合咧即將係會結束㗎啦。同我賽前所料咧，呢場波嘅入波係都係會比較少啲，因為大家都係有啲試探緊，可能好多入波都會出現喺第二回合嘅，因為大家用咗90分鐘去試探對手，嗰啲進攻套路啦，同埋嗰個慣性係會點樣啦。呢場波我諗大家都知道對手係咩踢法嘅。如果我係兩位選手咧，我呢個時候我諗我會試下遠射啦，都差唔多去到尾聲嘅話，都搏一搏整啲冷戰，睇下會唔會等你冇頭報啊？威啊！頭波好高質素嘅防守阿星，因為哈尼簡喺個禁區頂個傳到入去個6碼點嗰度，佢係擺咗一下左邊。好多人第一下都係捉佢左邊去攻㗎，但係佢係逆向思維啊！呢啲高手就係不動如山，冇企喺度，呢度你去再做一個簡動就擺右邊，佢係捉晒你路，一路黐住咧係嗰球哈利簡尼直頭係踢空氣嘅，因為根本一路塞住咧係冇辦法起到腳。兩位選手咧，你又話佢哋試下第一次打喎，我睇佢哋踢咧好似踢咗幾廿年老朋友咁啊！大家做啲咩咧，完全係估到晒嘅。88分鐘可能呢個波將會係我哋足球皇帝挑戰賽決賽第一回合最後一攻，因為佢唔會俾對手再扭個球嚟打個拉實踢。咁睇下浩呢邊最後一攻會點樣做啦，因為時間都分秒恐懼，1分鐘啫，球證俾咗。近萊斯俾到右邊薩卡，因為頭先一路逼住啦，扣翻去中間位置，一路撈住個波推進入個禁區邊緣，或者個兩三個都係有啲困難啊！我話俾啲掌聲兩邊選手啊，鼓勵下佢哋，因為個第一回合係好精彩嘅防守大戰。第二回合咧即將開始啊！我哋呢一個足球皇帝挑戰賽，見到佢哋都係好緊張啦，個精神面貌。咁我哋不如影張合照咧。係我哋三位係咪啊？定係選手準備選手啦，連埋兩位選手。連埋兩位選手，我哋5位一齊影張合照，同埋踢到去中間，大家俾佢哋舒緩一下先。好。我哋要望呢邊㗎啦，我哋講。
好，兩邊選手就準備下啦，飲啖水。好，咁我哋就兩邊選手咧坐低飲啖水之後咧，嗱我哋擰去攝影師方向，係啦，大家坐低咧，我哋就一齊影多張相先嘅，喺我哋開始最終決賽。前啲 OK。哇！其實睇到佢哋咧，由6月啊講緊，6月已經喺屯門市廣場呢度啦，一開始嘅擂台賽，其實10連勝係打咗好耐。我諗係2個幾鐘坐喺度面對接踵而嚟嘅挑戰者，咁啊去到尋日啦，我哋有16強，去到今日8強、4強，決賽首回合0-0，而家係最後最重要嘅呢90分鐘遊戲時間啦。同埋我覺得睇咗咁多嘅選手啦，成個 player list 啦，我哋屯門市廣場呢個足球皇帝挑戰賽可以話係今年嗰個競技水平最高嘅一個比賽啦，因為所有最強嘅選手都集合咗喺度啦，包括初賽、決賽，基本上全部出過國或者打過好多本地大賽，攞過好多本地大賽冠軍嘅選手都嚟咗參加。同埋個獎金獎品啦，今次係非常之豐富，有史以嚟我覺得應該係最多啊！因為講緊亞軍嘅選手咧，都能夠係有港幣1萬蚊嘅 S 現金券，冇錯。冠軍選手3萬蚊，再加埋佢哋之前10連勝拎到嘅1萬蚊 S 現金券啦，即係加埋佢哋拎到嘅 S 現金券咧，總值係4萬蚊㗎。哇！咁多啊，咁豐富嘅呢個獎品，所以就全神貫注啦，一球千金啊！今日我哋一球萬金添啊，講緊3萬金一球，所以睇下兩位選手下一個回合，第2回合，我哋最尾90分鐘啦，我哋不如俾啲掌聲鼓勵下兩位選手啦。係啊，我哋再俾啲掌聲。就係相信就係尤其兩位都踢咗好耐啦，即係以前叫 FIFA，而家 FC 系列嘅遊戲啦，即係都好少有一場係可以咁緊張。我哋喺個商場市中心咁大個芒，全部人望住佢踢。一個獎金非常之豐厚，仲要係2回合，我自己都未打過2回合，我搞到我都好想上場踢，因為打咗咁多年未試過決賽可以打2回合㗎，觀眾睇得過癮，選手亦都打得精彩，希望呢場比賽。閱讀下選手嘅習慣啊，即係喺第2回合咧作出一啲調整啊，錯得都要高潮。係啊，即係尤其係好少咧，我哋2個回合嘅賽事啊，第1回合係真係0-0。大家係喺個防守度都已經係做得好好，但係我覺得好睇嘅地方就係點樣我哋嚟到第2回合喺進攻方面再突破多少少咧，再多啲唔同嘅板斧咧。咁啊，我就覺得阿成呢邊佢第2回合出咗拉比奧特，佢嗰個進攻一定係好好多啊，因為法國嗰個發動機就係拉比奧特，佢幾個防中全部都係防守型㗎，得拉比奧特一個係可以工兵啊，或者係做一啲串連啊，做一個我哋叫做密仔嘅角色啦喺球場上，所以睇下佢拉比奧特呢場波會唔會整翻粒先，會唔會又受傷，都有咁嘅可能性。有咁嘅可能性。係啊。佢初賽係用桌機嘅，可能佢見到我有一場用桌機受傷咗之後，而家唔敢用啊，用咗道具啊，見到佢右邊。係啊，我記得你有一場手關者你都好無奈，呢一開波冇耐你有個關鍵球員。係啊，佢真重要，因為我哋好早期咧係有個天氣系統嘅，落雪咧已經係好難踢，佢仲要主力一開波啊受傷。佢嗰場睇到佢一路踢一路令到，因為阿孫個初賽嗰桌機係入好多放射㗎，喺右邊側已經入埋左腳嗰個食糊位，但係佢都唔用，可能都係穩陣起見啦。因為其實呢啲比賽啦，我哋咁真實嘅模式咧，佢係會因應嗰個球員咧嗰個受傷傾向咧，係會好真實咁樣呈現出嚟嘅。即係嗰個球員係容易受傷，佢喺呢個 game 入邊都係比較容易受傷。好啦，咁啊嚟到第2回合比賽開始啦，用緊紅衫英格蘭係阿豪
咁而右邊法國隊咧就係啱先啊，呢奧特受咗傷嘅阿星，今場就能夠出翻嚟啦，見到中間走嗰條邊仔嘅就係佢。首回合大家0-0嘅，如果呢個回合咧都係喺法定時間平手嘅話，將會係去到加時甚至乎12碼階段。好啦，阿星咧而家咧禁區頂嗰度咧 hold 住個波啊，咁啊揾緊啲機會啊，咁你見到阿浩嘅防守咧非常之嚴密嘅，咁啊亦都會嘗試有時候做一越位陷阱啦，等你冇咁易咧直線當斷。咁啊講而家咧就已經阿浩咧就攞個波啦，即刻打快嘅反攻啊！你見到好急勁啊！阿浩通常咧反攻直接就跳個高波啦，好快到底線位置，去到禁區頂嘅位置會唔會滿射？真係試射中柱啊！係咁中柱，我印象當中佢應該中咗4球柱㗎啦，冇大賽到呢度。佢4強都已經中咗2球柱，就係因為卡發發嚟嘅，因為嗰個位華舒福有嘅創射咧，佢入球率好高啊，同埋都同大家介紹下啦，阿星佢係冇開精準射波，咁變相阿豪開咗精準射波，佢嗰個準程度係會比阿星高少少㗎。即係如果佢撳得好嘅話咧，個波係可以佢控制到佢啲死角啊、地波係容易控制。咁但阿星就可能多少少就係單係嗰個力度或者要電腦，即係睇佢派唔派俾你呢度。自動式啦，阿孫就，但係佢就穩好多嘅，因為佢冇開到就好少，好似我哋啱啱話有位4球線啦 pass pass 波嗰啲射出界嗰啲情況出現，佢就會 lock 死晒喺個門框入邊啦啲射波。哇！咁就阿浩啊嚟到我哋嘅次回合咧。上半場攻勢多啲喎，尤其上半場早段，啱先已經係一個遠射啦，嚟自係禁區頂啊！而家亦都係啊，再次咧係見到薩卡吸翻埋嚟，又係禁區頂，飛咯！可惜啊！佢其實整個進攻係好行雲流水，做得好好㗎啦，但係埋門一腳略嫌就可以再做好啲，再修正好少少，因為其實佢嗰個射波位已經係被法國隊呢邊係完全封晒嘅，好射門路線啦。咁你覺得第2回合一開始啊，好似阿浩嘅搶逼啊、攔截係做得好少少嘅。係啊，阿浩整個串聯啦，包括中後場嘅推進啦，比阿星呢邊係稍為係冇咁立啊，即係順暢少少。而家就一個賽事嘅早期啊，同埋又睇到個防守上邊，阿浩中場壓迫咧，亦都係令到阿星喺個早段咧係幾多中場嘅傳球啦，或者盤口上面嘅失誤啊。你阿星都冇辦法將個波推得太前，條波上去靚啊！大都士位上埋嚟㗎啦，咁啊睇下干尼呢邊會唔會做到？哎呀，都係比利鹹，始終比利鹹都係白球所講，今屆好矚目，好搶鏡嘅喺中場，我諗佢應該都係今年嘅世界盃大家公認係最佳中場球員。去到邊路有薩卡，我尋晚又冇指氣法啊，咁啊就阿明內。收到個波，但係盤口上邊個轉身啊，個急停就唔夠快啦。呢度邊夾一夾咧，係甩咗個波，反而咧法國隊阿星有機會打個反擊，麥巴比喺中間望緊啊，邊路可以派到咧？左邊都係俾翻佢啦，巴高拿，小子一路壓住。哎呀，呢下想清走個波，但係省中法國隊嘅球員啊，同埋阿星嘅攻門機會啊，麥巴比揾唔到人俾你，只能係大後啊，但係有機會落單俾你。安利喺邊度得？哇！阿浩啲防守咧係睇阿星好多場，佢知阿星嗰啲禁區頂嘅冷戰咧係好嘅，佢睇埋呢一球，比利鹹會唔會成日犯腳？直接都係用佢最殺食嘅追分術。第2回合啊，我哋呢一個足球皇帝挑戰賽嘅決賽第2回合，阿浩啊，英格蘭啊！領先1-0嘅，呢招同各位觀眾講翻係今年最殺食嘅招數喎，一個轉向即刻俾個直線啦。如果你選手你唔提前轉人，或者你唔打清12分精神，好容易走甩咗人哋嗰個人接球。所以呢個單刀其實係打得好靚。你見到阿浩咧，佢係咁用越位陷阱，到底呢一個有冇風險嘅咧？呢一個有風險，但係佢個球員搭夠啊，因為佢全隊都150啊，佢回追你麥巴比啊、巴高拿啊、丹比利呢啲，其實佢唔夠你快嘅，因為成隊英格蘭嗰個身高腳長優勢啦，喺呢個毛入邊你要去硬爆係好難嘅，所以其實邊路或者防守上英格蘭係接近為呢場比賽睇埋呢場先。華舒福中
仲有可以揀嚟喺拉緊邊啦，佢自己射埋啊！好犀利啊！阿浩啊，已經喺第2回合咧領先啊，上半場已經領先緊2-0嘅優勢啊！咁你見到咧，啱啱最妙嘅係咩咧？佢就先用哈利簡尼而一而終逼你，係咪要俾咧？佢第日都佢做一個 pair lock 啊，2打1去呃你啊！咁但係都冇辦法啦，因為見到阿星得翻一個中堅喺度，佢只能去估大細，但係都冇用，因為對手水平好高，佢係會睇住你個箭嘴嚟去做下一個判斷，即係敵不動我不動。咁阿星先動，佢就動啦，佢左腳就動啦，射個遠處地方，龍門捉到路都撲唔到，因為佢用嘅係精準射波，即係好似包剪揼慢出嘅概念喎。我睇住你出咩，我先至再撳掣，只要我嗰下撳到個反應咧，你啊冇晒我符喎。係啊，睇翻英格蘭其實兩隻翼相對嚟講，我覺得係比法國佔優嘅，因為佢嗰個速度啊同埋射術，我自己覺得個模組係精湛少少比法國。好，阿星食過一藍迪斯，我覺得阿星可以果斷少少，勇敢啲進攻。係啊，因為嚟到上半場40分鐘呢個時間點係好容易入波㗎，睇下阿星會把握到追翻球，等少少。好窄嘅角度，巴比禁區頂嘅盤口都係焗住要回翻後嘅，轉身慢咗少少啊，都能夠俾到巴高啦，吸翻個大位啦，唔敢亂射啊，正面困手咧，閘度型嘅型。咁啊，上半場咧就我哋有呢邊嘅阿浩啦，入到2球啊，有機會第3球啊，睇埋先。以呢個位俾翻阿星44分鐘，好危險㗎呢個攻勢將會，因為係有呢個加持㗎，我哋44分鐘入波。道爾得翻嚟，奧斯文單俾你禁區頂，啱先睇場受傷嘅都得，俾得曳啲啊呢球。咁啊睇下啦，即係嚟到下半場嗱，上半場阿浩嗰邊入到2球咧，咁阿星就睇下啦，即係喺個進攻上面有冇辦法再加強多少少咧？點解阿星其實30-40分鐘佢哋輸咗2球，佢都轉咗4-4-2㗎啦，因為知道對方係4-4-1-1，加上英格蘭全部高佬喺後邊啦，佢唔轉陣打槍點係好難去爆到啊！就睇呢場波嘅關鍵就係睇阿浩呢啲停唔制到個巴比同埋奧斯文丹比利嗰個小扭到入去啦，因為兩隻翼其實已經係冇乜甜口㗎啦。嗰個浩係幾勁嘅，你有冇見到咧？每隻阿星回後咧，想吊一啲高波嘅時候咧，佢已經即刻降入個越位陷阱。係啊，我好熟悉呢班球員啊，見到佢每一個轉入啊、防守嘅走動啊，都係幾啱嘅。又去南迪斯，都係俾翻禁區頂啦，幫你塞多入去，有個冷箭補射啊！點解冇補射到咧？哎呀，真係喎，已經揩到個波人到啦，但係你腳嗰句啦，其實我起嗰隻腳問過好多選手喎，其實佢哋都話如果唔係英格蘭啲防守同 AI 幫佢咧，佢會行唔到入嚟。因為英格蘭啲防守球員嗰啲 AI 咧係真係就勝一籌就俾所有球隊，但係佢進攻就有短板啦，冇咁靈活，佢唯一嘅缺點就係。咁但係啱先嗰啲反擊又唔使話太過靈活啦，講真都係直去一射搞掂，反而就嚟到阿 Shane。嗱啱先係做到個黃金機會啊！呢個俾個道爾都唔錯啊！你睇到呢球又係好華麗個 AI 啦，身高腳長再加埋佢漫長加速係吸咗個波翻嚟。見到呢球哈利簡半單刀都做唔到啊，爆兩爆俾翻官迪攞翻個波。好啦，阿星嘅官迪啊，攞咗波啦，法國隊睇下會點樣策動攻勢啊！已經係55分鐘㗎啦，時間越嚟越少㗎啦，應該係要追翻球咧先至有得打落去嘅。嚟到麥巴比，拉比奧特。見到有人填插喎，俾可能迪斯唔俾住，俾翻去中間，阿比利再過去麥巴比啦，俾個世界。真係俾掌聲啊！阿星好淡定喎，佢唔控個麥巴比去個網度執翻個波喎，可以慳翻10秒左右㗎。好窄角度啊！中間無論係一啲比波，無論控波定係起腳嗰下啦，即係都係迎住哇對面呢啲位。基本上封一封就搞唔掂，但係阿星就係咁大膽，就係一個咁窄嘅位咧，俾佢揾到條絲間路。呢場波大家嗰個進攻套路係好唔同㗎，呢邊就打防守反擊失直線啦，阿星呢邊就同你打陣地㗎。但係呢下你緊嚟回一回翻俾拉斯都啦，拖到埋嚟，俾到上會唔會射住誤射啊？可惜啊！好啦，當阿星就反擊㗎啦。
啱啱以為佢呢下射啊，咁啊俾多腳咧，嗰個轉身亦都係俾阿星啦係睇通睇透。星反擊，奧斯文單俾你邊線位置，身威壓唔贏嘅，唯有靠多少少嘅轉向，嘗試咧係呃個對手啊，趕嚟咗中間，打俾奧特，禁區頂就未有太多球員嘅，呢下咧想拉球員嚟接咧，亦都係過唔到對方嘅防線，反而英格蘭又一個反擊喎。呢場我覺得豪咧就低姿態少少，佢賽前係擺自己低姿態少，就係同你打防反，佢唔同你打陣地，亦都唔同你搶攻啊。可能佢都覺得法國隊嗰個攻勢又好凌厲啦，球員亦都好喺前場扭波啊。哇！呢下框一框好危險㗎，呢啲位你睇下你揀嚟射咧就好易入嘅。好啦，升入法國隊嗰度俾到麥巴比，一路推咋，中間啊單俾你入緊先，出住俾翻中間先。去到巴高羅喺邊啊？係呢個巴高拿頭呢個光嚟係啦，俾翻後邊都係俾翻希拿斯啊，好前兩進攻球員死都要俾光年。咁呢排麥巴比呢10分鐘就冇乜多電，見到就凡親一拉後少少咧，成班法國隊好似要喺邊緣咁樣打。話口未完啦，好似美斯咁10幾分鐘唔掂波，一掂波就入波啊！左右腳都出埋嚟，會唔會係法國隊嘅英雄咧？呢場波好睇最後呢20分鐘啦，讓二追二而家係去翻幾點啊？成場決賽掀起咗足球嘅亂作，所有比賽最後嘅高潮。你睇睇啦，丁啱啱入完嗰球波咧，係好振奮啊！翻嚟啦佢。因為呢隊法國隊，我諗佢都等咗4、5年㗎啦，佢再用法國隊挑戰呢個決賽冇耐，唔知可唔可以攞個冠軍翻屋企啦？真係情不自禁啊！呢一個決賽十分精彩啦！第一個回合大家做咗好多嘅試探，好多嘅了解。嚟到第二回合，我哋先有阿浩上半場憑住2球嘅反擊領先到2比0，諗住好似足夠啦，因為一路睇落去防守都做得好好，但阿星喺呢個時候咧，再揾到唔止1個，而係2個嘅入波，做咗2個突破點，將個比分啦喺去到個咁緊張嘅時間，嚟到2比2 73分鐘，剩翻落嚟嘅時間就絕對係一個1球分勝負啦。係啊，呢一下好有個誤會啊，想即刻彈啊，但係依然攞到個波啊！英格蘭阿利簡尼嗰個交右腳啊，可惜啊，都係帶甩咗波啊！但係如果講拖到後期嚟講咧，法國隊嘅反彈深度係高好多㗎，因為英格蘭佢個CM 同埋 SC 後備係爭好遠㗎，相比法國隊後邊人才鼎盛啊！有機會啊！阿豪俾對方連追2球之後啊，整翻個安插波先，即刻一下哈利簡尼咁樣嘅轉身輕鬆解決啦！但係對一星嚟講咧，仲有少少嘅時間追，77分鐘啦，仲有好多時間嘅，揾多1個甚至乎2個入波嘅。係啊，我哋係6分鐘半場，所以都可以打多3、4個進攻。好啦，咁但係啱啱咧追平嘅時候咧，阿星咧佢係將2集嘅改翻防守性能強啲嘅，咁唔知會唔會影響佢嘅進攻啊？好啦，反而阿浩又再嚟一個攻勢，但係阿星啊好得意啊，即刻又攞翻波先，哇！中場咧不斷運線啊，控球員咧不斷咧係交失嘅，哎呀又嚟啦！靚喎，即係阿星防守方面咧加強咗壓力啊，不過調翻轉咧進攻方面都係。對方嘅後防球員咧走位係越嚟越精準，嗰個時候你想俾嗰陣咧，對面一早已經係準備就緒暴你㗎啦，應該係有一個反擊啊，右邊係成日跑緊，非常之快啊！但係左邊一個橫傳，俾咗波法國隊阿星揾到一個機會。好啦，85分鐘㗎啦，哎呀，麥巴比呢下係咩事咧？喂，睇先，呢一下係越咗位定係？應該係越咗位，因為就唔似有任何犯規動作㗎。咁但係就星呢邊要撳掣啦，最後個掣都要撳埋4-2-4啊，4個進攻啊！我哋今屆賽事第一個淘汰賽第一個4-2-4出咗嚟，需要1個入波啊！對阿星嚟講，而阿浩就係防守再防守。阿豪都
兩個防中都拉翻後啊，去 hold 定啊。要唔要學下倒槽啊？可以有6後衞咁樣喎，最後。好啊，好可惜呢個遊戲冇追唔上倒數，我都想有個6-3後衞6-3-1嘅陣型，冇呢啲。咁啊，睇下最後啦，因為好關鍵，每一個調動咧都係影響個勝負嘅，仲有一個位嘅。咁啊，我阿豪咧就應該唔可以學倒數咁喺後邊嘥㗎啦，都係拍咗個波上去以前啊，俾力啊！哎呀，再向後俾，唔笑啦佢，俾佢攞咗兩後備戰術係咪？但係喺對面半場個球旗啊係。其實啱啱你見到阿明內咧去到底線咧係有得出波嘅，但係佢就選擇冇而家。攞翻個波喎，4-4翻高啦！前面隊友冇你咁快啊，中間麥巴比一路跑緊，係睇你呢一球啦。咁翻返嚟，希南特斯中間係有人嘅，回翻禁區頂，啱呢個道爾做唔做到一個絕殺？唔能夠向後傳㗎啦，已經因為時間已夠。仲有，掌聲送俾阿豪！哇，由尋日16強去到今日8強，2場好經典，12碼晉級，去到4強，去到決賽，3-2過咗好多場12碼嚟㗎嘛。非常精彩嘅比賽啊！冇諗到第二回合我哋係呈現到5個入波俾大家喎，兩位選手。係啊，學達哥話齋，首回合係大家試探摸索，係第2回合啊，先至係見真章啦！大家都唔想咧將個獎金啊交俾12碼，呢個有幸運成分嘅，決定咧就喺2回合之內咧解決咗佢。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咧，亦都係先會進行我哋嘅頒獎儀式。咁啊，首先邀請我哋今屆賽事亞軍阿星。咁啊，所以係決賽係打得都好精彩啊！係好精彩，因為一路成個旅程，咁同埋咧亦都係能夠獲得價值港幣10000蚊嘅 S 金券啊！連埋佢早前咧喺擂台賽嘅一個10連勝，咁前後咧係總共有20000蚊嘅 S 金券嘅。我影多張相先，我哋呢度。咁一陣間稍後咧，我哋2位決賽嘅玩家啦，仲有就係啱先嘅旁述 Ronnie 啊，以及達哥咧，會進行一個2打2嘅表演賽嘅。咁但係邊個同邊個係隊友咧？就要一陣間我哋抽籤先至知道啦。好，再一次俾啲掌聲啊！聲我哋有請，我哋攞到我哋嘅亞軍啊！係先稍作休息先啊！聲準備有一陣嘅表演賽，咁當然咧就係更加多嘅掌聲，送我哋今屆賽事冠軍選手阿豪。恭喜晒！咁啊，作為今屆賽事啊一個線上遊戲積分香港區最高嘅一位選手咧，今年係一個線下賽，同樣係一個好好嘅表現。尤其當中展現咧，唔止係佢高超嘅技術，好多場賽事都係喺先落後嘅情況之下咧，再絕殺，又或者咧係俾對方最後一刻追平啦，仍然能夠喺12碼階段獎杯啊，贏過對方。你咁樣揸，你揸呢度，好佢啊！好，我哋有請阿星咧上去一齊啊！我哋2位嘅得獎者咧同達哥都影翻張相先。
哇！呢、個旅程都好漫長啊，因為一路咧係跟住成個世界盃嘅進程嘅。由6月開始嘅擂台賽啦，因為星係第1日擂台賽嘅參加者嚟嘅。係。咁而阿浩咧就係、之後啊，另一位都係拎到10連勝嘅。其實阿浩一路走落嚟條路係難行好多嘅，因為佢打嗰啲選手咧有2-3個係去咗東京翻嚟打嘅，但係都可以克制到呢啲重重難關啦。咁啊去到決賽，用佢最熟悉嘅英格蘭攞到冠軍啊，都好精彩啲程序。好，個獎杯我哋先保管好先，呢個都好緊要。係啦，咁啊，我哋俾工作人員先幫你保管好。咁啊，跟住咧就我哋準備表演賽啦。阿 Ronnie，我哋上翻去舞台嗰度先。咁啊 ，Ronnie 同阿達哥咧就會分2隊嘅，分別咧就係同2位選手去組隊啦。我哋簡單少少，2位選手猜包剪揼，贏咗嗰個揀隊友先。係啊，你可以2位都得，組隊你個隊友，達哥。我夾過啦，係，你夾過，都踢過好多次啊！其實佢哋喺運動場，阿張以前都係我隊友。咁就準備就緒啦 ，Ronnie 你坐邊度？我坐呢度啦，係啊，右邊。呢啲位置當然係影多2張相先啊！我都記得。達哥同阿星今年喺另外一啲比賽係都交過手，係啊，係4位一齊影張相先啊！係後備觀眾啊，一齊比聲，好正啊！大家都。好啦，問下達哥有冇諗住係用咩隊伍咧？你有冇咩推薦啊？覺得我可以啊，覺得可以，因為能力值都係全95嘅，應該呢個龍門喎好勁，我相信你哋。德哥好啊！我本身有諗過問你要唔要用圖盧啊、C 朗啊，定係之後打美斯啊，達哥。德哥，德哥啊，對面德哥啊，你哋有咩我哋有咩高見啊？阿浩，你自己中意咩球隊啊？咁啊好怕醜㗎，我哋不如用呢隊阿根廷點睇啊？冇問題啊，因為達哥都好犀利啊，阿根廷我諗都打唔贏。咁2隊實力好接近㗎，法定時間係踢成平手啊世界盃。我哋係再復唱下呢個阿根廷對佛得角。咁 FC26就係今屆世界盃所有淘汰賽階段啦，或者我哋嘅決賽周嘅隊伍咧，都係有喺度嘅。啱啱冇搞呢張凳，快啲啊！我啱啱3個紅色，3個紅色。我想用翻普通即係我將嚟。嗰邊達哥準備緊啦，問下 Ronnie 啊，即係都有好多係踢開 FC 系列嘅朋友，不如你即刻教翻1-2招啲絕學，除咗啱先你提到啦，一個三角形直傳之外，有冇啲即係邊招係比較屈機嘅咧？其實今集咧，我哋嘅直線頭先你講到啦，係最殺食嘅招數啦，同埋我哋今年個左搖桿控制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即係基本上你見到頭先2位選手決賽啦，佢啲射門啊、角度啊，或者係進攻機會，都係靠個左箍揾咗個位出嚟再去射。咁我講下射波啦，射波基本上都係趟射為主啦，因為趟射嗰個成功率太高啦，今年實在。所以各位選手如果啱啱玩嘅話咧，想試下即係玩下 FC 啊、世界盃。你哋可以多啲嘗試下放射咯，喺禁區頂或者係禁區內入邊。咁我哋個左攻勢亦都非常緊要啦。我啱先見到達哥同阿星咧係咁字浸啊，有冇斟過啲乜嘢
策略啊，因為兩個合作喎，你今次。我哋冇㗎，因為阿星係一個未服好中意打呢一個放飛自我嘅，但係我咧就唔會應佢。即係交俾阿星做一個主導。冇錯。OK， 隔開㗎啦。OK， 好有信心我睇到阿星。我哋有冇信心啊？西普唔用英格蘭可能會有少少唔慣下手啊。好啦，咁啊教翻個名先啦。係啊，見到達哥個名出咗嚟啦。嗱，咁各位觀眾睇到都係紫色，其實係達哥啊，紫色冇錯。有我哋啊達哥，你哋兩個係邊個係？藍色咧就係我啦，藍色係我安藍色係 Ronnie。黃色咧就係阿浩啊，啱啱英格蘭攞冠軍嘅阿浩啊。咁藍色，咁仲有一個綠色啊，應該係綠色係阿成。阿星啊，係啊。啊達哥教咗名嘅，咁啊另外隊友又好易分。唔識啊！你除咗攞咗識唔識？唔係好認得啲球員係嘛？佛德國唔緊要啊！我哋都係着翻藍色啦，藍色係贏佛德國嗰件嚟噶嘛。好啦，唔識喎，你教啦，我真係除咗龍，點解個龍對冇樣教錯？太靚仔啊！可能 IG follow 話太高啊，版權可能而家好貴啊，要簽佢個樣。佢呢個 move 係嗰啲 skill move 係全部係 basic 對。OK OK。呢個係係咁啊，大家都係全95嘅關係啊，我哋都可以比較下，即係會唔會係想要啲例如快啲啊、速度快啲嘅球員啊，或者研究下啲身高，會唔會話邊位球員高啲，可能即係踢個中堅位會好啲？係啊，我哋都佢勁，神龍啊！你哋又唔使擔心啊，係。我哋都有上屆世界盃決賽嘅超強門將馬天尼斯守住最後一關啦。啊，佛德國嗰邊啊已經係準備就緒，我見到。嗱，最後睇一睇啊，大家嗰啲 setting 有冇咩問題啊？嗰啲射門輔助啊，嗰啲乜嘢無球控制嗰啲，大家記得要開嘅就開晒。咁我都開翻個犯規先啦，我隨時諗住拉阿達哥3㗎啦，如果唔開呢個可能都 mark 佢唔到㗎啦。有冇可能啊？咁大頂高帽啊！我哋呢邊都準備好啦。咁啊，開波咯！阿根廷對佛德國，我哋阿根廷有我哋嘅守關者 Ronnie 啦，同埋我哋新鮮誕生嘅賽事冠軍啊！我哋嘅足球皇帝阿浩，另一邊達哥咧夾住老朋友阿星啊，可以話係佛德國啊！佢哋今日係好啦，事不宜遲咯，差唔多咯，係指定。事不宜遲，你哋會唔會出下口術影響對方㗎？即係你哋有咪㗎喎。係啊，我同達哥可能會有好啦，我哋為大家俾啲掌聲4位。開始啦！我哋呢個好精彩，亦都係好難得嘅一場表演賽喺屯門市廣場中庭呢度。我個操作係唔啱嘅。係啊，睇一睇啲掣先，呢個最緊要啊！包括就係嗰個加速啊，嗰啲射波、傳波。有時係咁嘅，佢 set 咗你入到去都係係有機會入到嚟，佢會跳走咗。Ronnie 阿浩，你都睇下要唔要自己對一對啊？哇，唔需要啦。係啊，大家各位觀眾紫色係達哥啊！如果達哥有啲咩好啲嘅表現，可以即係拍爛手掌啊！我要打氣翻你。有我達哥見到，哇，好靚嘅走位，一個 one two 自己走得好靚，前面阿星跑緊啦。達哥就話可以試下自己帶，哇，好默契喎，佢哋兩個。係。佢哋啲無球走動咧係超好。係咯，達哥你睇到呢啲嘅直線位中間。哇！咁但係黃色係咪阿浩啊先？係啊。但係 Ronnie 嗰啲啊，走下先走喎，直線馬天尼斯俾翻美斯係阿浩，左邊啊摩連拿一個轉身，最後咧俾阿星啊關鍵嘅搶截。
我德國同埋阿星係左路，你哋兩個係咁前後啊，係咁。中間有個跑緊啦，俾個高空波。咁啊，最後馬天尼斯一步入圍。好勁喎！你哋左路嘅配合。OK。我見到佢哋啊，係咁傾偈啊。係啊，我以為佢哋冇講嘢啊。有啊。有木心嘅，無聲講有聲喎，大哥。呢邊美斯攞翻個波，睇下大球搶到啦，一個直接，成個越位喎，始終都係。即係2打2嘅關係啊！嗰啲反越位嗰啲走位咧，你哋可以自己係控制。其實德國今屆比賽我哋都見過，個勝率都好高嘅。係啊，佢哋位選手用得好嘅，唔會輸咁滯。哇！呢度係阿星嘅，哇啱先啊，有張黃牌啊，已經見到德國嗰邊。哇！亦都係德國一個對3個俾對面噴甩咗。呢個直線上有冇越位啊？呢球補啊！頭正話，美斯一個轉身回翻去後邊，麥卡利士打。話控緊嘅咧就係阿浩，過唔到阿星嘅防守。德國就話護住個波先，會唔會用個籠扭下？呢個籠都氣相當之高喎。都係左路啊，繼續。左路嘅 1-2 係佢哋嘅必殺武器啊，似乎針咗。一個扭兩個啊！似乎針咗就係左路揾機會塞上去，就係好似足球小將咁係咪啊？兩個人咧，戴志偉、麥泰萊係咁左傳右，右傳左咁樣樣，但係個波上去又係高空嘅攻勢。似乎係一個比較直接啲嘅進攻啊，係左翼不斷去斬中。阿根廷點咧？相當犀利啊！呢度一個好窄嘅位置過到對方。Ronnie 啊，呢個安素、格蘭迪斯，見到佢哋嘅防守都好密集啊，個默契都好難去揾到啲機會去做啲直接。呢個波都越埋位添，越位啊！係啊，佢哋。唔係咁易過呢隊德國，西班牙都入唔到佢波，你諗下，你又知防守幾犀利。哇靚喎，俾到佢中間，點樣派個牌咧？哎呀，對面啊，即係四邊坐波全部都係人，但改呢度又搶咗個靚波啦。而家上半場嘅27分鐘。阿根廷嗰啲前場逼搶係幾惡下，講真，4-5個球員咧係逼晒上去啊！但係一個好靚嘅直線，俾咗個星哇！我揾到睇到佢哋嗰個策略啊，就係一路斬咧，另一個咧就係拉人衝上嚟頂波，因為嗰啲位咧 AI 係好難守啊！俾翻美斯會唔會射啊？美斯？禁區外嘅起腳，佢大球控住個波先，諗佢自己去咧，一路護住個波，哇！對面都係人啊，好多啊！哇！星又話後邊係爆晒位啦，俾個好靚嘅直線。阿哥先啊，係咪準備又斬咧？唔係啊，今次俾個短嘅禁區外短射。哇！呢個係一個法國律師冷戰嘅咧。德國係好中意佢，啱先都係咁鼓勵啲選手咧，啲僵局試下冷戰。呢個美斯係完全過唔到阿星嘅防守啊！嗱呢度睇翻安素啦，迪斯俾翻係馬達，好噃。哇係好接近啊！你哋兩隊好僵持啊，同埋睇到大家個踢法係完全唔同啊！呢度阿星話爆晒啊！呢度直接彎咗上去，波啊！斬半步唔緊要，對面攞翻，可以再斬喎，有冇啊？困下個波，仍然係白衫佛德國嗰度㗎。係啊！哇！你到佛德國嘅防守啊，好穩陣啦！阿根廷向前逼，
個逼唔甩呢個波，不過就一腳咧係衝上嚟咧係有啲估唔到啊！攞上去美斯啊，美斯嘅機會啦，出翻去後邊，迪保羅美斯嘅禁區頂，扭左扭右定係遠射咧，睇唔透啊呢下！上完半場前起腳，美斯完全係困唔甩啊個波。想搏12碼呢位 feel 到佢哋喺個禁區邊咧，揚下揚下。冇啊！呢度球證唔會亂咁吹12碼俾你嘅。喂，點解達哥睇咗半場，有冇咩要調整啊？你哋冇啊，我覺得佢好好㗎啦，佢係負責交俾佢斬啊，希望我去頂入啊。睇到佢哋嘅攻勢 ，Ronnie 你哋踢咗半場有冇咩諗法咧？對於對面隊嘅攻勢，我見到佢哋都好有默契，可能好似之前練過咁啊，所以打落去唔需要講嘢，但係完全知道啲球員走位啊點樣去走，因為我哋而家都諗緊辦法去突破佢哋防線。你見到美斯都一攞波線個圍過嚟，哇！呢個直接靚啊！想起腳嗰下俾阿星咧係吉走咗個波，整翻去前邊。達哥好啊，控住回翻啦後先啦，見到對面防守球員都係有啲多嘅。繼續咧就係 Ronnie 嗰邊啊 ，keep 住就係前場2、3個嘅逼搶，即係佢哋係可以控2個人咧去逼搶啊，一個咧俾壓迫咧，另一個咧去遮一遮佢傳球路線。所以起到個效果係好唔錯啊！我轉身呢下俾對面捉晒路，個長波。落翻嚟都係阿根廷嘅控球權。我終於明白阿根廷點解咁難入波啦，因為對住德國呢班球員係身高啊各方面都係諸時少短，身體素質嘅，撞唔贏對方。係啊，呢半場都矮佢副個頭，你見美斯拍埋去個防中嗰度。好啦。嚟到右邊都係過唔到啊！俾咗。主力都係揾翻，除咗美斯啦，有馬天尼斯嘅。咁啊中間係有啊，俾個短嘅，再分過去咪可以喺翼位爆上去咧。決定係分翻俾隊友先啦，兩個人跌埋呢個進攻喺個邊度中間。車身嘅摩里。呢個係達哥射嘅喎，睇到個係啊，達哥係後上一個車身嘅摩里，但係你龍門都好犀利，係屢救險球只能夠講。入翻中間，哇都係過唔到啊禁區頂。我試下我哋嘅右路啊點咧？啊過到啊，可以再爆上去啊，攞到個界外球。亦都係 Ronnie 嗰邊啦，美斯係跑緊嘅，前面亦都係哎呀，都係甩咗腳喺度轉身。咁啊睇到達哥佢哋咧嚟到下半場，除咗個邊路攻勢咧，多咗啲係中間嘅組織。哇！呢下挑球個人靚喎，達哥。嚟到啊，前面又係美斯啦，嗱邊路係有啊，今次阿馬達。做加油係正擊啦，話入波咧唔到啊，波到人未到，啊結果咧都係有啲驚險啊開始。而家阿根廷梗係逼得好緊啊！如果2、3腳俾到上去咧，阿根廷嘅後防係好空虛啊。不過調翻轉嘅係佢哋前場人都好多而家。佢哋兩個一路咧係拉晒啲球員上去進攻。馬天尼斯、阿卡里士打 Ronnie 啊，呢個係藍色。話俾咗阿浩呢下係對方中場一個好密集式嘅防守，心口控定，想塞去前面啦，前面嘅人夠回翻去後邊俾阿達哥先。話嚟到72分鐘啊，大家係未有紀錄㗎。咁啊，最大機會入波咧就係啱先嗰球半空啊，摩里有冇機會俾個直線俾阿星咧？下面仲有啊，跳上達哥！
呢個右腳一竇啊，都係過唔到阿根廷龍門喎，超勁啊！啲尼斯，呢度亦都係俾對方逼一逼啊！Ronnie 呢邊又係馬天尼斯啦，對面搶咗個波。哎呀，哇！馬薩呢下好靚啊，估到你哋嗰啲傳波點傳。呢個企喺紫色同紅色中間，就好大機會偷到個波。知道你哋一定係互傳。回翻後邊，麥卡利士打啦，80分鐘㗎啦，依家一個入波係好關鍵。回翻中間啦，都係起唔到腳嘅龍門。哇！藝高人膽大喎呢下，甚至乎呢一個直線可以俾到上去啦。對面有防守球員喺度嘅，隊友跑緊。不過困唔贏對方啊，始終都係阿根廷。升俾到上去，有啲係烏拉無換大靚喎，揾到啊右邊有啊文力斯，文力斯急翻過嚟先，仲係扭到。回翻中路有冇冷戰啊？可以睇一睇，睇到人好多啊，3、4個密集式嘅防守。嚟到85分鐘啦，美斯，哇！呢腳好兇狠啊，球證啊冇俾牌啊，球證亦都冇吹停。好在阿根廷啊，好快能夠攞翻個控球權。保羅俾翻後邊美斯啊！哇！最後都係美斯入波。撕裂咗呢啲。哇！嗰一震緊啊，我聽到美斯入波太過轟動。呢個係美斯左腳食糊位，冇啊！北德國嘅龍門都係冇晒符。但睇下最後有冇機會追翻球，因為時間仲有少少㗎。俾到上去，嗱有一個攻勢啊，中間跑緊啊，得波！都想掉啊！都試咗好多次啊，大球第3次終於入啦，仲要攞到攞得咁長。同埋呢下係個角度攞到好盡啊！睇我心口控定，鬥一鬥，龍門係撲到咧，撞柱都係入。有排吹啊！好似。哇！比賽啊，90分鐘嚟到1-1，球證係吹雞嚟到加時咯。咁樣換下人啊！你哋有冇啲咩戰術嘅調整啊？冇啦。可以喎，我哋咁啊，先開波都係阿根廷呢邊啊，睇下會唔會入波嘅繼續都係美斯。呢個力橋睇得好犀利嘅美斯，好靈活啊！睇到美斯係，同埋個波係永遠好黏腳。哇！輕輕一間有機會喎，夠唔夠快咧？身位啊，身形上好大隻，見到佢，但係速度上好似咧係跑唔贏對方。阿根廷，都係馬天尼斯分翻俾保羅麥卡利士打，跑緊上去啊！右路中間係美斯跑緊咧，阿浩啊控緊美斯啊，一路喺個越位嘅邊緣度，點樣去攞個波咧？終於啊，見到美斯，但係呢下轉身啊，對面睇到前邊啊冇人喎，佢哋都係分翻俾右邊先，一個直線俾到上去，算好靈活啊！睇到呢位前鋒，咁啊決定咧就係盡量都係盤口方面係咪多少少俾隊友，但係佢困下咧，就好似推到少少嘢出嚟。阿浩嘅美斯啊，可以同馬天尼斯打個1-2嘅，加時上半場就都尾聲㗎啦，100分鐘已經係。仲有5分鐘左右嘅遊戲時間，嚟到馬天尼斯，哇！呢下係想推咗上去定係想直射呢下？換到個角球喎！好波，
華星呢下係直接衝上去搶吸一吸，翻上去啊！但係就睇下大球嗰邊有冇辦法搶到。對面都係咧拉得比較開嘅啲傳波。哇！反而呢下掉落去亞馬達咧係有啲睇頭啊，但中間又冇隊友支援喎。好彩啊，都係用個 pat pat 得住，能夠護住個波。對面啊都係咁悲慘啊，因為準備吹雞㗎啦，球證都。同埋都係冇換人啊，最後大家。我睇下啲咩體力啊，或者準備定12碼。咁啊，如果冇嘅話咧，就比賽係繼續啦。加時下半場尾段啦。哇！去到呢個位啊，大家已經超級認真啊！應該都係一球定勝負㗎啦，去到呢個位，所以大家都係啲比波啊，好謹慎啊。同你哋上半場係完全唔同啊！睇到成個分位啊，個波吊上去，出得靚，但係只能夠講馬天尼斯嘅出型更加之靚。即係睇到大家都係唔想啦，喺呢個咁關鍵嘅時間咧去失一球啊！係未必有得追啊！點解話可以再嚟一個嘗試倒掛？都係個波係爭少少啊！再嚟第3球有冇咧？哇！今日如果即係俾個 MVP 一定係馬天尼斯啊，夠超多波。111分鐘，嗱大家進攻時間都所剩無幾㗎啦，阿根廷俾到去中間，安素費蘭迪斯個決定咧係中間冇辦法派個牌俾前面咧，因為睇到話 Ronnie 同埋阿浩咧係咁拉人上去嘅，不過就好多都係一拉上去咧即刻越位，佢哋唔敢亂傳，叫佢跳過去，想撳一個波先啦，佢哋解圍啊第一時間。哇！但係咧呢球波頂得靚喎，德國係仲有一個進攻機會啊！116分鐘，跳上去高空波可以打個分數啦，跑唔跑得贏啊？哎呀！能夠報個對面俾個波，最後換到個角球。哇！可以夾一夾喎，而家就係阿星開呢個角球啊，找到埋去一個前柱位咧，就係俾阿根廷拎翻個控球權嘅。阿根廷有最後一個進攻機會啦，呢度艾馬達中間係仲揾緊咗個機會啊，起上去安素。哎呀！呢一腳交失咗，咁就睇下德國球證俾唔俾你啦，最後12碼咯。好氣啊！直接去啦12碼。好啊，先射嘅咧就係阿豪，救波係阿星。哇！單個，大哥先邊邊啊？準備好啊！Ronnie， 我都係阿星咧做呢個撲救嘅。嗱，今次阿星射啦，都係有啊。好啊！打球上晒身喎，真係。完美判斷啊！但係呢球啊射唔射到咧，都係左上角，嗱咁啊可能係最後一輪啦，睇下安素呢球入唔入到。哇！入埋啦，就睇下最關鍵呢一球，阿星入埋，就係贏啦！我哋俾啲掌聲4位，哇！好精彩嘅一個表演賽。我哋都望住鏡頭影多張相啦，出嚟，你坐喺度。大家坐喺度啊！觀眾啊，可以俾啲嘢啊，你哋啲應援咧係可以拎晒出嚟啊！呢啲位，冇錯，望住我哋大會攝影師嘅鏡頭。耶！
上面仲有我哋準備1、2、3，我哋呢個嘢好冇？1、2、3，可以係嘛後邊？好，唔該晒，我哋握手先啦。最後呢個表演賽最緊要係有呢個友誼係第一嘅，一定係。非常之刺激啊！同自己落去踢世界盃差唔多啊！好靚喎，你球窩你都得喎。嗰球第一下想射，佢射唔到，之後再控多幾下，我都心諗俾你呃咗㗎。我都覺得嗰下我都諗緊點算咧，都係照射啦，搏一搏啦。咁點知係撞柱再彈入嚟。又仲要係龍門撲到，再撞柱再彈入啊！天命所歸呢一點解話升都好多機會俾到你喎？小禁區嗰度。咁啊，星係我哋做翻啲簡單嘢啦，即係我技術冇咁好㗎啦，你走入去頂咧，佢就話咁啊配合佢啦，係啊。因為睇到你賽前係好多溝通，佢哋冇講過嘢，佢哋應該係心學靈犀，係呢邊係好多溝通。咁但係出嚟個效果幾好啊！其實好多嘅助攻。好，我哋最後咧再俾啲掌聲，大哥。咁啊多謝咧，今日多謝大家嚟我哋屯門市廣場啊！我哋足球皇帝挑戰賽啊！咁啊好開心啦！咁啊見證到咧2位選手咧咁啊冠亞軍啦，非常之刺激啊！咁啊同埋咧今晚咧都有活動㗎喎。冇錯啊！就係我哋屯門市廣場咧，繼續係會有我哋信和集團 Go Together 全城開波㗎，喺今晚3點鐘呢一度，繼續會直播我哋世界盃決賽嘅賽事。你點睇咧？西班牙對阿根廷咧，我又覺得今年整體啊，西班牙真係踢得好少少嘅，我自己覺得啊，即係一路晉級上嚟咧都唔容易。我自己估咧，可能小勝1-0啦。我就覺得應該係阿根廷啦，因為睇翻個進攻啦。成隊阿根廷佢無論逆境順境佢都踢得好好㗎，面對西班牙呢個密集防線，我諗美斯我哋嘅球王美斯係今晚絕對有波入超越麥巴比做呢個金靴㗎。你係想見證咧球王冧莊係咪？係啊，再加埋金靴添啊！係。嗱，但我知你又應該係估阿根廷咧贏面高啲嘅，冇錯。我覺得比分會係幾比幾咧？最後俾你估一估啦。我估啊，應該去到，我覺得最後呢場決賽應該會一反常，但係你見到季軍戰今朝早都已經係咩6-4。咁啊，我希望係3-3咧，之後射12碼係，同上屆一樣喎，即係世界盃決賽。係咁啊！今晚啊，我哋一齊見證咧就係西班牙對阿根廷。咁啊，最後亦都再一次咧多謝大家今日嚟到屯門市廣場，我哋下次活動再見。拜拜。